乡亲啊，到明仔载，这个莫拉克风台就满10年咯。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大银幕电影院举行着公益放映会，透过全世界第一台 8K 投影机，观看到齐柏林导演生前拍摄的8八风灾第一手的影像，那马下的呼唤。同时嘛要唤醒大家，爱来重视气候的变迁所带来的破坏着。 730寸大银幕电影院播送影片，特别的所在就伫这鸟神全球的位置。新泰大桥断桥后，3名红旗写下的求援讯息，相信很多人依然记忆犹新。 高雄科工馆设一台全世界第一台8K 投影机，或者技术对电视机顶升级到更较大的银幕。 Punat mas inam tu bulaku cia, hai tu cisuni mas itu mesatangna tes antu anjing, hai mo pacatu mas mananu kaimin kisi mas bahlu tu dasak tu nadanyan mas mesatangna tu ubarcia. 高雄南马社宾馆国小老师讲到10当前的状况，今年是莫拉克风灾10周年，希望透过纪录片影像，叫醒大众的气候意识。有什么样的感觉？有点伤心。怎么说？就是看到自己的部落被冲走，就觉得感受蛮大的。所以说要珍惜大自然。当然了。 这款整治8K 画质连续5天的纪录片放映，并不是要唤醒遐悲痛的记忆，是要对灾难中汲取教训，做伙守护咱的家园。